如果你哋係第一次出國旅遊，建議先考慮呢一個國家馬來西亞，到處都有中文嘅標識，到邊度都可以偶遇到華夏嘅兒女，係一個比福建更福建、令人親切嘅地方。阿燦今次都係借工作嘅理由嚟感受檳城美食之都嘅煙火氣。幾天嘅時間，阿燦居然食咗14間店，而且好難得冇一間踩雷。如果你都想去，就收藏呢一篇照着打卡，絕對值回票價。一落飛機就感受到檳城充滿着色彩嘅南洋風情，舊城市嘅騎樓、街上嘅壁畫，瞬間帶我哋翻到去90年代嘅感覺。於是阿燦就揀咗喬治鎮100年歷史嘅古董酒店入住，面向大海，泳池邊聽住海浪聲，飲住香檳，跟住美食走起。14間店超長打卡指南，1888福建麵，湯頭一口驚豔，蝦味特別上頭，仲有脆皮燒肉，麵都係出奇嘅入味，又新鮮又大隻嘅蠔仔煎，一定唔可以錯過。家炸點心，現炸嘅燒賣、蘿蔔糕、芋角，鹹香又不油膩。3打卡鹹甜交雜，尖銳紅豆、椰汁紅糖刨冰，消暑清爽。4嚟到馬來西亞一定要食榴蓮，老婆最愛嘅黑刺同埋貓山王都食咗啦。5米其林推薦70年代5秀澤海南雞飯，果然不同凡響，醬汁非常特別，豆蔻汁酸爽，又學到啲嘢啦。6滿善食館終於品嘗到肉骨茶啦，不過呢間當歸味係比較重，肉骨茶乾鍋配上香油飯一絕，可以考慮學一下。7炭火炒粿條40年歷史，好好食。8多春茶室炭烤麵包配自製嘅芥恩牛油，嚟一杯當地嘅咖啡壺。9祖傳3代檳榔爺馳名潮州之銳，每日一碗都唔係好過分啫。10又係主角康乃馨肉骨茶，蔡瀾都極力推薦，同阿燦舊店嘅口味十分之似，我嘅當歸味更加香，好有成就感。11宵夜好選擇，天王雞腳粿條湯，最驚豔嘅係入口就脫骨嘅滷水雞腳，偏甜口味，粿條爽滑，湯頭清甜，配搭雞絲豬肝非常驚喜。12廣泰來茶室半熟雞蛋烤麵包，配搭一杯虎咬絲。13平靚正海鮮一定要食，手臂咁大條，滿身都係高嘅瀨尿蝦，手掌咁大嘅大頭蝦。14大腳山玻璃屋咖啡店，喺老房子裏面飲住咖啡，食住西瓜蛋糕。阿燦就覺得檳城嘅嘢十分之好食，美食永遠俾人帶嚟幸福感，呢個就係阿燦中意研究美食嘅原因。喜歡食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檳城啊！抖音。